呢度係惠州海邊最獨特嘅存在，配套完善到要乜有乜，適合長期居住，而且消費好低。好多香港同埋深圳人特登會喺週末嚟到呢邊食翻個海鮮嘅。哇，咁靚嘅濱海小鎮，點解會比網上變到一文不值？從原先嘅房價萬幾蚊跌到而家嘅4、5千蚊。今日我就嚟睇翻佢呢邊嘅生活係點樣嘅。咁澳頭同其他海邊有咩區別呢？第一個點，佢係離深圳最近嘅，1個鐘頭第一站就係嚟到澳頭啦。第二，佢海岸線係冇沙灘嘅，想游水要出去海上啲島去玩啦。但係佢沿線有惠州港、漁人碼頭、海鮮街、濱海公園、夜生活同埋沿海嘅綠道配套都係好豐富噶。第三，佢唔係度假區嚟噶，配套有小學、大亞灣唯一嘅公立高中、維亞醫院、沃爾瑪同埋大灣百市場等等啲配套。整個澳頭鎮係以十字路口為中心嘅，近有沃爾瑪啦、農貿市場、圓通萬達商圈同埋政務中心區嘅紅樹林公園、體育館、醫院都喺呢度，配套延展線係好豐富噶。先嚟睇翻漁人碼頭嘅海鮮市場，呢邊晚上11點到12點係漁船啱好靠岸嗰陣時，嗰陣時海鮮又新鮮又平啊！咁大家都可以選擇下散坑購買嘅，不過最好帶翻個尺啦。咁我身後呢個集中市場都係我哋多數人會選擇嘅地方啊。咁入邊有公平秤啦，同埋種類選擇都會比較多啲嘅。咁對面呢邊嘅雞巷多數都係本地喺呢邊經營嘅商鋪啊。咁我哋行下會有驚喜噶。咁而家嚟到綠道呢邊啦，大家如果係要租車嘅話，可以嚟到呢間店，因為佢全長係有19公里嘅，租部電動車會更加方便啲。當然啦，踩單車或者係跑步呢邊都係好舒服嘅。咁喺綠道呢邊啦，出邊呢啲樹都係有種啲菠蘿蜜啦、龍眼啦，同埋一個好大嘅釣場嘅。咁大家如果係中意釣魚嘅，咁大家就有福啦，嚟到呢邊又有食又有得玩啦。咁嚟到海邊啦，好多人都會選擇嚟到呢邊趕海或者係釣魚噶。咁如果大家係想上島玩呢邊仲有個金星島，400到700蚊就可以包部船啦，6人位嘅。咁同時我哋綠道最入邊啦，仲有個露營基地同埋一個小食街喺入邊噶。再到濱海公園啦，呢邊晚上嘅地攤文化真係夠勢濃厚啊！啲生蠔又平又靚。咁我身後呢邊係海景城，係屬於呢邊海景最靚嘅海景單位，樓下又有燒烤又有酒吧，晚上嘅夜生活真係夠勢豐富啦。咁而家身後呢邊嘅濱海公園呢，晚上又有卡拉 OK 又有廣場舞喺呢邊嘅，同時仲可以包埋渡船出去釣魚嘅喎，呢個配套好得意嗬！咁點解林森區為呢個保障小鎮佢會跌得咁犀利？其實無非就係一個供應過量啦，同時呢邊缺乏一個就業以及一個通勤交通嘅一個支撐啦，以及就係呢邊本地嘅一個購買力不足以支撐一個高房價嘅。好似我哋頭先睇嘅海景城啦，從原本18000幾蚊跌到而家7000幾蚊，同時呢邊嘅新房別墅100幾萬都有得交易嘅喎。澳頭係一個小眾嘅一個保障地嚟噶，養老自住極佳。呢邊冇沙灘，但勝在配套齊全，消費夠低。同時呢邊仲有直通羅湖、深圳嘅一個巴士總站喺呢邊嘅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最真實嘅惠州情況，可以關注翻我哋嘅頻道。咁我哋下期再見。